嗨，大家好，我是坦皮叔，今天是2025年8月28号。这一期我们来聊电，聊一聊电费。今天一个热搜话题叫多地网友反映7月以来电费激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这个电费好像一个月比一个月交得多，尤其是这个7月、8月，全国很多地方都笼罩在高温之下，感觉这个电费交的也是越来越多，这个电表走的也越来越快蹦字儿今天这个经济日报他刊的一篇文章叫是经济战也是民生题，说这个电费我们看看他怎么说的。他说收到电费单的时候都震惊了。近段时间多地网友反映7月以来家中电费激增，家庭月度电费达到1000元甚至更高，跟电费账单相关的话题也频频登上热搜。电费为何涨了？电表是不是坏了？怎么省电成为讨论焦点。一张小小的电费单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经济逻辑与民生温度？这文章说他说电费激增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天气炎热是直接原因。今年夏季全球及国内多地都经历了持续的极端高温天气，空调、风扇等制冷设备成为刚需，其使用时长和强度都保持高位，用电量自然水涨船高。同时暑期学生放假，居家办公增多，白天用电高峰延长，进一步推高整体电量。但是说天太热只是表象，若将电费单拆解，会发现更深层次的结构性变化。过去家庭用电以照明电视为主，如今中央空调、大容量冰箱、即热式热水器等大功率电器普及，洗碗机等各类小家电也加速渗透。再加上新能源汽车保有量提升，家庭基础用电负荷大幅增加。更隐蔽的是待机能耗，比如说路由器、机顶盒等长期插电，用电量看似微不足道，积少成多也非常可观。如果说高温和电器升级是显性因素，阶梯电价制度则是引发电费焦虑的机制变量。阶梯电价制度下，用电量逐档递增，电单价也逐档提高。正常情况下，家庭可能处于较低的电价阶梯，但在极端高温天气下，一些家庭用电量大幅增加，跨入更高电价阶梯。这一设计是能源转型的必然选择。我国居民电价长期低于供电成本，阶梯电价既保障了基本民生用电，又可能通过价格杠杆引导节能。从经济学角度看，用电量增加也反映了居民消费能力的提升。过去人们可能为了节省电费而减少空调等电器的使用，但现在越来越多人愿意且能够为舒适度支付更高成本，这本身就是经济活跃度的体现今年7月份，我国月度全社会用电量历史性突破10000亿千瓦时关口，这也是全球首次也人类历史上这第一次一个月用电量突破10000亿度。这什么概念呢？就是咱们一个月用的电好像相当于东盟那么多国家一年用的电，大概是这样子的这种用能升级与消费升级的同步，是我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生动注脚。当然也必须正视电费支出对中低收入家庭、多人口家庭的实际压力。这不仅是一笔经济账，更是关乎社会公平、民生福祉的温度计。如何在保障居民生活品质的同时减轻经济压力，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这个经济日报说的还是很有道理的也就是一边是成就但一边也是切实的沉甸甸的民生对个人和家庭来说，要实现节流，可从智慧用电和读懂账单两方面入手。智慧用电方面，可采取一些具体的省电措施，比如将空调温度调高1摄氏度，这不仅符合节能环保要求，还能在一定程度上节省电费。购买时选择1级能效的电器，减少待机能耗，及时拔掉不使用电器插头，巧妙利用分时电价，错峰使用大功率电器。居民还应学会通过手机软件查看电费明细，了解家庭用电结构，做到心中有数，这样才能有的放矢，采取节能措施。
从政策与市场角度看，需要做好开源与优化，进一步完善阶梯电价和分时电价制度。根据地区差异、家庭人口数量等因素进行更精细化动态调整，体现政策弹性与温度，加大对节能家电补贴、互用光伏发电等政策宣传和支持力度，鼓励居民积极参与节能行动，推广绿色能源应用。一张电费单连接着千家万户的冷暖，也映照着国家高质量发展走向。我们既要看到电费上涨背后反映的经济与民生信号，也要采取有效措施来应对这一问题。如何平衡民生需求与可持续发展，是必须回答的时代课题啊！这个是经济日报，它就这个7月份以来啊，电费激增一篇评论文章。刚才说了啊，这个咱们7月份用电量超过1万亿度，创世界纪录。具体的看啊，中国2025年7月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万亿千瓦时，创全球单国单月用电量最高纪录，相当于东盟10国全年用电总和，也是2015年中国月度用电量的2倍。这个值得仔细分析啊！2015年毕竟离现在不远，那我们现在的用电量怎么会是10年前2015年的是2倍啊？那多在哪儿呢？这个工业啊，第二产业用电量是5936亿度，这个增加了4.7%。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新能源整车制造用电量增加25.7%，风电设备制造增加46%，服务业就第三产业啊，用电量2081亿度，这个增加了10.7%。互联网数据中心、充换电服务用电激增，分别是增加28.2%、42.6%。数字经济与绿色交通贡献突出。农业第一产业用电量170亿度，增加20.2%。智慧灌溉普及，推动农业电气化加速。这个怎么说啊？有2点啊，咱们必须要承认呢，要肯定。就第一点，就是用电量越高啊，我们是说的是真实需求、真实用量。那么这个用电量越高，越说明咱们生活水平在提高，这个是毋庸置疑啊。你无论是你的这个新能源汽车充电，还是你们家冰箱大了，以前是单开门的，现在整成双开门，对吧？有的家里冰箱一个还不够，整俩，对吧？空调现在很多地方开始整中央空调。那个热水器啊，还有那个洗澡用的热水器，都是那种啊叫极热式，那个功率越来越大，甚至包括我们的手机也多了，电脑对吧都要充电，对吧？各种电器、小电器是不是越来越多，都在耗电？所以说啊，用电量越高，那说明咱们生活水平在提高，这个完全可以得出啊。对吧？我小时候不管是热还是冷，全靠身体扛，对吧？连电扇都没有。那个以前那个电啊，它能维持你照明就很不错了，你知道吧？就是为了维持你照明，它经常都断电啊，经常要不定时啊，不定区域的、随机的啊，给你断电。就是小时候啊。所以说第二个优点就是什么呢？就是今年虽然用电量创了世界纪录，但是7月份好像没听说哪儿停电，是吧？我记得2023年、22年不是四川停电就是东北停电，要么然后哪儿停电，动不动就那个医院呢就停止运行，那个电梯是吧？还运行到一半停电，大家还记得吧？2023年还是22年，我印象非常深，到处停电。四川本来水电很发达的地方，四川都在停电，然后那些老年人呢跑到那个大商场或者跑到地铁里待着，热啊。但是你看今年啊，没有哪个地方停电的这个报道。你说用电量破纪录了，也没有停电，这也是个进步啊。我能想象啊，你说8月份如果停电的话，这怎么受得了呢？那被迫去关商场。但是不能因为这个成绩，对吧？我们就忽略了我们的民生，因为经济在下行，大家体感都不太好，这是切实的，对吧？这统计局的数字啊，给出来都已经是不太美妙了。16到24岁的这个年轻人是不是失业率又攀升啊？是第二高了已经。北京、上海的消费，对吧？社零这些数字也是令人担忧啊。北京的住宿业、餐饮业是吧，叫节节败退。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7月份啊，大家感觉到这个电费在增加，这里面就有问题。当然也有正常的啊，对吧？空调用多了，那肯定比去年要多一点，对吧？你电器用多了，你电费多一点很正常。但是不一定全是啊，你用电量多了。你比如说这个
正好他报道了河南郑州啊一个小区，一个女子他们家月用电2000度，不敢开空调。还有一个业主啊，家里没有人，就一台冰箱是开着的嘛，家里没有人，他住在别的地方，结果每天电费10几块。这个女子说啊，我家又不是大别墅，一个小3居，每月用电2000度，空调都不敢开。你想一个小3居啊，你干啥一天啊？一个月2000度电啊，就一天60度啊，70度啊。张女士特别不理解，家里的大功率电器只有空调，一个月用电量能飙到1900多度，光电费就要交1000多元。大家看视频啊。我现在就是特别不理解，我家又不是什么大别墅，也不是什么洋房，就正常的一个小3居，我们一个月就能产生1900多度，将近2000度电。我现在每天都不敢开空调，马上都住不起了，光电费一个月都交1000多块钱。姐，你家都有啥东西啊？怎么会一下子一个月得有1000多块钱这个电费？最大功率的电器也就是空调，平时我们家也就开1台空调或者2台空调，基本上晚上的时候客厅都是关上的，只有卧室在开，其他的也就是照明用电，一个月都能产生1000多块钱的电费。我特别不理解，以往我们往年7、8月份的时候，也就是700、800块钱就足够了，之前也没有感觉到这个电这么不经实。自从物业推出来这个小程序，我们隔3差5的就要交电费。我18号刚刚交了电费，交了200块钱，这又没有了，昨天又交了200。8月份截止到目前，我已经交了900块钱的电费了。然后我都不知道这个电到底用在哪里了。我电费交了心慌，我家又没人，就一个冰箱，一天还交10几块钱的电费。19号开始，这是20号。这每一天都少10几块、啊，每一天少10几块。咱一个冰箱一天能用多少度电？一天扣我10几块钱，我确实很愤怒这个事儿。现在不止我们2家发现这个问题，你看这群里边70多号人都在讨论咱们那个电的问题，都在质疑为啥会产生这么多的电费？为啥咱这里物业为啥电费不交到供电局？交供电局交多少我都愿意，不愿为物业人来不明不白的来交了。不少业主质疑的点啊，就在没咋用电，这电量咋会蹭往上涨呢？我们现在也来到了物业公司了解下情况。咱是多少钱收费的？咱是0.568，一费制，没有说阶梯，没有阶梯。包括水电的话，它都是以计量工具为准的，以计量工具为准。对。那同样的电表，为啥去年一个暑假里边，我们同样的用电就产生了700、800块钱电费？那这个月就产生了1000多块钱电费？那这个咋说咋解释呀？因为每一家的生活习惯可能说它不会很一样，还有说家庭电器它都不一样。那你为啥不把这个移交给国家电网嘞？我们愿意自己去充电费，不希望通过你们第三方再给我们收我们的费用再交。那你们不是也麻烦吗？那你们图啥嘞？我们不是图啥的，咱现在就是职工和电业局的批的就是第2种，就是咱只有第2种的形式，大家以为这个议会表是第1种形式。其实咱是第2项职工核标用户，你提出的诉求，它如果是合理、合情、合法的话，那肯定要去解决。因为咱现在这个职工核标用户，它也是合理、合法、合情的，它已经合理、合法了，你非得叫你弄那种，我确实也不能为例。如果是咱跟你大家这个对这个计量工具跟你可能有异议的话，我们也可以等着配合咱去等着进行校验。另外来说，咱也可以进行了自我的一个校验。这个电呀，不经意间就用了这么多，我回去也自查一下，让物业也跟我校验一下，看如果说真的没有问题了，也就打消我的疑虑了。这也是广大业主的一个心声。事有麻烦，欢迎接办长现场为您报道。不管这物业怎么解释啊，你就是不管你怎么解释，总之业主现在交的钱比以前多了。对吧？你也不管物业有没有从中赚钱，也别管那个计量单位那个电表有没有问题。总之，对吧？你解释再合理，你没办法解释人家钱多交了，对吧？一个小3居啊，一个月要2000多电呢。你想一想吧，他小3居，他不顶多3个空调吧？客厅一个，2房间，1房间一个，3个空调你就这么开着吧，对吧？他还有一个冰箱开着，他能用2000度电。实际上很多网友啊，恐怕都有这个疑问，对吧？我家里有没有什么大功率的东西，怎么这个电费就飙升呢？我记得那个去年10月8号是吧？那个胡适报长那个喊什么国庆节期间喊的什么要全部这个杀进去的那个一个 UP 主啊，后来不封号了吗？封号了，后来他媳妇还是什么人又出来作妖啊，直播说他们家那个别墅对吧？那个所有的系统新风系统还有什么电器都是特制的啊。反正他一个月的用电量比一个工厂还要大，我记得不太清楚，反正总之有这么个事啊。我当时觉得很诧异啊，说他是一年电费40多万呢，还是一个月40多万？就他们家电费啊，那不是7月份啊，那好像是5月份。那我在想啊，这要是7月份的话，那他们家电费得100多万了。
超出了我的想象啊！他的别墅再大，一年电费啊100多万，当然他那个是吹牛对吧？为了搞流量，为了这个吸引眼球。但是对于韭菜牛马来说，一个月如果是1000多的电费，这个不管怎么说啊，都是比较高。大部分人啊4、5千一个月拿到手啊，如果拿1000去交电费，这个怎么说啊？这个比例都比较高。大家也感受到了啊，这么热的天，你如果没有电，真是寸步难行，这日子没法过。所以你就是失业了，对吧？你就是没收入，你不能在家坐着，空调不开或者电风扇不开，那你做不下去啊。所以我们就有必要再说一说啊，它这个为什么导致电费这么高呢？按理来说，这个是民生，所以说刚才这个经济日报说了啊，对吧？所以这个电费高有几个方面，咱们不能忽视啊。一个就是咱们电器功率越来越大，电器越来越多，这个是事实，对吧？咱们使用的市场也越来越大，这都是事实。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什么阶梯式电价，这个我就不太理解了啊。多收钱是为了让你少用电，这个逻辑不知道什么意思啊。电这玩意儿是刚需，对不对？你不冷的话，或者你不热的话，你也不会把空调开得很低，那不会吹感冒了吗？就我能理解啊，当时出台这个政策是因为当时电有缺口，对吧？你看那个时候动不动四川还什么东北还什么很多地方都停电了，对吧？你有缺口，你说啊，让大家这个提倡错峰用电，对吧？夜里用电或者是白天少用，然后搞什么阶梯式电价，让你少用一点节能，那你可以理解。现在你又不缺电了，你还这么干什么？有必要吗？就是你这么干的目的，电是没省啊，数据告诉我们电根本就没有省，要不然怎么可能7月份咱们破世界纪录呢？按理来说，你这个政策要管用的话，那就电就它不可能涨这么快，就用电量它反而还在下降，所以这个政策非常流氓，拿刚需的东西你靠价格去调控。这个也值得商榷。那就比如喝水吧，我们以水为例啊，对吧？你每天喝1升水啊，那是免费的。但是你要喝超过1升，2升水，那就要收你4块钱，对吧？你要喝3升水，那第3升水要收你8块。你要这么整的话，对吧？这个没毛病啊，这个也是这个现在很多自来水公司也这么收啊，对吧？阶梯水价，你把民生把刚需东西这么整，它的必要性在哪？这是本末倒置。所以阶梯电价这东西，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借口，对吧？打着节能，打着节约用水等等，实际上是对韭菜的、对牛马的又一次盘剥啊！你对那个豪车啊征收豪车税，对吧？大家知道吧？豪车有豪车税，奢侈品，对吧？也有类似奢侈品税，这个没毛病，因为它不是刚需，对吧？你征税没问题。对刚需，你去搞这种阶梯式的这个价格，对吧？在特殊时期是可以的，就是你有缺口没有办法，你现在没有缺口，对吧？你雅鲁藏布江呢搞个水电站，对吧？那电还有出口呢，有富裕啊。从这里我们就看到啊，我们的收入增长非常难，对吧？大家不到工作失业，找到工作的要担心裁员，对吧？不担心裁员的工资要担心下降，也就是大家收入总是有压力。你在其他地方你就勒紧裤腰带，我就是不花钱，想熬过去。但是刚需这块你不花行吗？对吧？你说你不喝水，不用燃气，不用电，对吧？这些既是刚需，第二个也是，对吧？政府垄断，一般都是国企嘛。如果在这一块价格上涨，它价格没变，但是你实际支出增加了，对吧？你7月份电费多交了，8月份交的更多，就是你的支出增加，但是你的收入没有涨，反而下降。这就是我们说的啊，它比那个通缩更可怕，叫滞胀。滞胀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其他的商品价格都在下降，都在卷，但是刚需，对吧？就这些政府控制的水电气这些价格在涨，它是刚需，对吧？其他的都是因为内卷、过度这个竞争啊，价格在下降，或者至少不涨，但是这些价格在涨，但是你的收入也在下降。导致什么呢？导致韭菜的日子越来越难过。本来韭菜认为，对吧？我收入降了，但是我物价也降了，反正我也能扛，对吧？以前我赚5000，一个月花4000，对吧？现在我一个月赚4000，我一个月只花3000，你看也能过。接下来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你一个月赚4000，对吧？但是你还得花4000，你想省不了，对吧？你在吃穿这一块省了一点，但是你在这个煤、电、气、水恐怕要多花啊。只是说那个计量单位不准，对吧？跑得慢，这些都不重要了。所以我认为啊，谁搞出什么阶梯水价这个，那简直是这叫与民争利。不过今年也确实热啊，我还记得7月份，据说东北的空调卖爆了。你就往年东北人都不买空调，你说那个大学生宿舍也不装空调，因为它那个夏天很短，特热的时间也很短，扛一扛就过去了。但是今年就特奇怪，热而且还扛不住，所以结果这个东北的时候空调卖断货。所以说来说去啊，从民生角度考虑啊，要切实的在这一块要把费用降下来，而不是升上去。
大家还记得这个中国移动吧？当然了，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都一样，就是电信运营商。我记得在10多年前，咱们政府是一直要求运营商降费，对吧？每年要降多少？大家还有印象吗？这个才是真正的惠民工程啊，对吧？也正是因为这个电信运营商的资费不停的在下降，才有了咱们现在的移动互联网，对吧？这么发达。你想想，如果你每个月要交这个流量费1000多，那你说还有多少人会去玩这种移动互联网？我记得以前一开什么人大会，那个领导就要求，对吧？运营商你还得降资费、降流量费。所以现在，对吧？咱们什么人能看到啊？有领导要求把那个国家电网、把这个电力公司叫过来，你们降电费。哎，同样都是现在的刚需啊。你现在网络是刚需嘛？这不用说了啊，网络肯定是刚需，电也是刚需。所以这个我们说电叫电老虎啊。对吧？电老虎那部门电网什么时候能跟这个通信、跟运营商学一学，把资费降一降，对吧？我们要想象一下，如果运营商也学这个自来水公司，也学这个电力部门，搞阶梯式这个价格，那扼杀的是整个移动互联网产业。好，这期节目啊，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